約書亞小組嘅成立係因為基於有一班嘅年青人咧，佢哋由小學啦，咁係一啲教會子弟都喺度咧，每個星期都翻緊咧兒童崇拜嘅，咁但係咧去到初中嘅階段咧，咁你就見到可能咧未有一個合適嘅聚會咧，讓佢哋可以一齊去敬拜天父啦。咁於是咧，我哋就有個心思咧，就想咧成立一個青少年嘅小組，希望咧佢喺崇拜嘅時段咧都可以透過唔同嘅團體活動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敬拜啦，一啲嘅學習聖經嘅機會啦，都讓佢哋可以咧喺同一個時段咧去敬拜天父，然後等佢哋咧成熟一啲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翻教會裏邊一個大堂嘅崇拜。咁希望佢哋都建立到佢哋嘅教會生活。咁一開始成立嘅時候嘅困難咧，就係其實佢哋人數比較少嘅，可能係幾位嘅啱啱升上中一嘅教會子弟啦，咁都係啲小男孩啦，咁佢哋都係比較活潑啦，有啲調皮啦，咁啊未必坐得定啦，咁但係有少少仲係似兒童嘅狀態啦，咁上到嚟初中嘅階段咧，又要佢哋開始去有一個坐定定去研讀下聖經啊，又或者去分享啊，咁其實對佢嚟講咧都要一啲嘅適應啦，同埋要建立關係啦。咁然後最大嘅困難咧就係其實一成立咗第一年之後咧就開始步入咗疫情啦，咁所以咧個疫情就令到我哋嗰個聚會咧係有好大嘅困難啦。我一開始就係受到山導師邀請啦，咁咧就去做呢一個約書亞小組導師嘅。咁其實一開始入到個班課嘅時候，疫情之前咧入到班課嘅時候咧，都同我嘅想像咧係翻天覆地嘅。咁咧，因為咧入到去咧都唔需要講嘢㗎，因為啲年輕人咧都會自己喺度講嘢㗎啦。咁我講嘅時候咧，我哋講嘅時候佢都未必聽嘅。一開始咧，佢哋個情況咧係都會係比較活潑啦、調皮啦。咁但係咧，喺疫情之後進入咗呢一個即係 Zoom 嘅一個小組形式嘅時候咧，就係要佢哋會翻嚟每一個星期日朝頭早10點鐘去翻嚟開機。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困難。咁我哋都要喺事前啦，或者事後咧，都要邀請我哋翻嚟呢個小組嘅時間咁啊。我會覺得約書亞小組嘅組員啦，都會係一個好活潑啦、好願意去學習神話語嘅人。雖然佢哋星期日朝頭早翻到嚟睡眼惺忪，或者仍然係即係撳緊手機啊、打機都好，但係當10點鐘聚會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願意去認真去學習聖經，去分享佢哋日常生活當中遇到嘅嘢。同埋咧，係好願意嘅去放低自己嘅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更加願意咧去親近神嘅。一開始其實嘅印象咧，就係覺得呢一班細路咧比較難搞嘅，因為咧就即係初初唔認識啦，或者我一開始同佢哋接觸嘅時候咧，係喺 online 網上面去，我哋嗰時疫情啊嘛，咁就喺嗰段時間有團契咁樣啦。咁去到之後或者平時一啲 observation 咧，都係見到咧佢哋好中意喺教會門口嗰張長凳嗰度打機啦，跟住就成班人都或者有時崇拜嘅時候咧就佛教啊咁樣，就會覺得個 first impression 咧就覺得佢哋比較可能曳啲啦，或者冇乜心機啦，亦都係比較初信嘅一班年輕人嚟嘅。咁但係去到慢慢成長啦，同埋接觸咗之後咧，咁就見到佢哋都有慢慢成長，跟住如果要形容佢哋，我覺得都係一班一班乖嘅年輕人咯，係咯。咁一開始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咧，約書亞我哋嗰陣時係 online 見面㗎嘛，咁大家其實相對上個投入程度同埋嗰個大家之間嘅 interaction 就唔係好高嘅，咁同埋你知。譬如上 Zoom 啊嗰啲咁，大家都係識鏡頭噶嘛。咁亦都我嗰陣時啱啱新嚟，都同無論係其他導師啦，同埋團友仔嘅關係都唔係好熟。咁所以嗰陣時就會係相對上都係疏遠啲嘅。咁但係去到實體翻到嚟啦，我哋每一個禮拜一齊去團契啊、見面啊，跟住亦都有同入邊有啲弟兄姊妹有栽培啦，跟住會越嚟越熟悉咁樣咯。跟住去到比較深刻啲嘅經歷就應該會係去 camp， 咁就會真係同大家一齊3日2夜啊，或者2夜咁樣去經歷，咁就會慢慢熟啲啦。我諗呢幾年嘅改變係由佢哋即係可能團體嘅人數只係得中一嘅學生啦，慢慢而家已經變到係一個比較好有規模嘅團體啦。咁佢哋嘅人數已經係由中一啦去到中6啦，甚至咧而家嚟緊都會有大專嘅學生啦。咁我諗呢個係人數上面嘅轉變啦。除咗人數嘅轉變之外咧，而週嘅內容亦都有唔同嘅分別啦，同以前而家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分享週啊、查經週啊，甚至可能係會有一啲大專高中嘅團友咧都會落到去大堂咧去到崇拜，去有分享嘅時間。
我諗咧呢個改變除咗喺人數上面嘅改變咧，其實咧近幾年嘅書亞小組或者之後嘅書亞團最大嘅改變，其中一個就係個名唔同咗啦。開頭咧可能人數上面真係好少啊，可能咧講緊5、6年前、6、7年前啱啱開始嘅時候嘅書亞小組咧都淨係得中一嘅組員，所以嗰時用小組咁樣去稱呼佢。而咧去到近呢1、2年，已開始當年嘅中一學生都漸漸去到中6考完 DSE，今年咧都進入大專。咁我哋即係青少部就將約書亞小組呢個名咧就變成為約書亞團契，因為咧我哋其實照顧嘅人都比較多，所以咧有個小組嘅模式變咗個團契嘅模式。嗱，咁老實講，即係我而家都翻咗工幾年啦，即係工作都好繁重，平時收到工翻到屋企食埋飯，可能都差唔多9點。咁呢個時候再打開部電腦，預備嚟緊個禮拜嘅查經嘅內容咧，老實講，其實真係都幾吃力、幾辛苦，都成日都會想不如冚埋部電腦去瞓覺算啦。但我覺得當即係同佢哋查完經，見到佢哋喺無論喺聖經嘅知識上面有增長，或者係更加好嘅係佢哋即係真係帶到一啲 message 翻屋企，而佢哋嘅嗰個行事為人，甚至乎嗰個追隨神嘅心係更加增長到嘅話，我會覺得即係我呢啲嘅辛苦都係好值得嘅。我覺得最困難嗰個位就係好多嘢咧，唔係人可以控制到，即係我哋可以盡力去做啦。但係個結果係點樣咧？其實係在於，其實可以話一個困難，但係都係一個感恩，同樣都係一個感恩嘅事。跟住就係、譬如好似頭先所講，一開始可能團友仔佢哋唔會好投入喺我哋嘅團契裏面啊，或者有時候佢哋嘅屬靈生命仍然仲係喺好初信嘅狀態。咁我哋做導師嘅就盡力去即係希望我哋嘅團契嘅內容啦，或者去 camp 啊搞一啲活動啊各樣嘢，都係希望令到團友仔去成長啦。但係去到後尾真係令佢成長嘅嗰個功夫，其實係在於神咯。咁所以有時候我哋做咗一啲嘢，但係可能個成果未必係同我哋一開始預期嘅一樣，或者未必係咯，未必 achieve 到我哋想 achieve 嘅，但係都學習到一樣嘢，就係栽種嘅澆灌喺人啦，但係使人成長嘅就係唯有喺神嗰度咯。咁所以都係學習到交託俾上帝咁樣。冇㗎，因為我覺得即係青少年由中學生呢段時間嘅成長係對佢哋好重要啦。咁我好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聖經嘅查考啊，或者分享周啊，或者係等等嘅內容，可以幫助我哋明白到即係跟隨神、認識神，立志成為主嘅門徒，即係呢個係對佢哋嘅生活係最重要啦。咁我冇嘅，咁我其實其中一個so called困難咧，就係因為我除咗喺約書亞服侍之外咧，喺樓下大堂崇拜啦，同埋以前喺兒童部啦，同埋我自己本身羅亞團都有唔同嘅服侍嘅，咁所以就可能其中一個困難嘅位就會係時間嗰度，就真係要擺多啲心機同埋時間喺教會裏面咯。咁但係我又未去到一個地步係我會好想退出，跟住就唔再參與咁樣咯，係啦。我自己講先啦，係自己招工先。咁我已經係離開咗約書亞小組幾個月啦。咁原因係因為我自己工作嘅問題，因為我要喺大陸翻工嘅。咁嘅時間嘅消耗係相當大啊。咁都另外一個緣故，都係我自己個小朋友都會進入咗約書亞嚇，咁我就可以喺另外一個崗位裏面去試下。我呢本身就係中學老師啦，咁我都係做青少年工作。我諗我立志一生都會喺侍奉青少年嘅。咁當然喺唔同嘅崗位裏邊都可能。咁喺約書亞侍奉，我相信咧，一日佢未去到嗌我做山婆婆咁樣，跟住我變咗老人住嘅話，咁我諗我都會繼續去同佢哋一齊同行啦。又或者可以之後有機會可能退居幕後去支持約書亞嘅導師啦，同佢哋一齊去一齊去栽培呢班年輕人啦，咁希望可以盡力而為啦。咁如果你話要我點講一個即係好欣賞嘅組員，我會諗起葉孝成喎。點解咧？即係我記得當時即係見佢中一嚟嘅時候啦，即係佢嗰個係非常怕醜啦，唔願意出聲啦。但係睇到佢而家即係佢嚟咗都差唔多2年幾，接近3年啦，就會見到佢嗰個轉變好大，即係例如而家查經嘅時候啊，佢會好積極去答問題啊，咁同埋都即係減少咗用電話時間啦，甚至乎會提佢阿妹唔可以用電話喎，即係會見到佢嘅成長有成長咗啦，更加願意去跟住基督，我會覺得即係好感動啦，即係神可以去改變到佢。最激氣我就真係冇嘅，因為我
我唔係我唔係咁易嬲，我唔知，我覺得就算譬如我講咗幾多次你咁易玩，我又覺得冇乜嘢，即係提一提就 OK，我又冇話覺得邊個特別曳咁樣啦。其實我覺得特別高中部嘅人我都係有欣賞嘅，因為你哋嘅成長比較即係見到大家都有唔少嘅成長啦。但係如果你要我諗其中一個，我就突然間諗起梁偉樂，佢嗰陣時去完泰宣翻嚟咧，佢有分享翻佢自己喺泰宣裏面嘅經歷咧。跟住我覺得嗰下都係一個真係幾為佢感恩嘅位咯。即係經過咗佢嗰個泰宣嘅活動之後，佢有啲領受啦，同埋我覺得佢見到當地嘅牧師啊，佢哋嘅嗰啲同工啊，佢哋嘅嗰個服侍之後，佢自己都有。係咯，即係亦都有翻嚟同我哋團契嘅人去分享，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位特別感恩，同埋因為我當時係幫佢栽培，咁所以就會比較了解佢，即係會睇到佢有啲變化咁樣。最主要係因為我曾經有同好幾位嘅組員都有分享過，選擇嚇亦都係時間安排，考試就唔翻教會呢一個嘅 issue 咧。我都係講過好幾次，咁我嘅講法而家都再講一次啦，反正遲啲都有人聽。咁就係即係如果考試就唔翻，咁如果成年人公司好大 project 或者好多嘢要做延翻，咁個教會就會係嘅出席率或者翻教會嘅人數就會係非常之波動。咁而我都覺得係定期翻教會，或者係set 咗個時間翻教會，將神放首位係一個操練。咁所以最激氣咧，就係我講完之後咧，係有人都經常唔翻嘅咁樣啊！咁呢個係我當時候係最激氣啦。咁啊，我最激氣嘅都係一啲拎住手機，真係連崇拜或者喺聚會期間都打緊機嘅嗰啲嘅年輕人咯，坐喺後面又或者自己自成一角嗰啲啦嚇，唔好將你自己邊緣化啊！因為咧，其實你真係要打開你嘅心咧，去親近神啦，亦都讓你身邊嘅好好愛錫你嘅弟兄姊妹去進入你嘅心裏邊，我哋一齊成長咯。咁係啦，加油啦！佢哋自己帶遊戲啦，佢哋自己帶詩歌啦，呢個係好難忘。而當然唔單止係難忘，而係點解難忘？係因為成個小組嘅氣氛咧係進入咗另一個狀態，而嗰個狀態咧係我哋自己導師帶咧係帶唔到嘅嚇，因為佢哋自己帶係啲團友都好投入嚇，咁而呢樣嘢係我哋做唔到嚇，咁呢個係比較難忘嘅一個地方。我最難忘其中一個景象係呢一間房咯，即係有個年輕人係佢最後會原來崇拜係你哋會做筆記啦，跟住上嚟就帶翻分享翻啦，聽咗啲乜，跟住就叫大家一齊分享，然後大祈禱。咁我睇住嗰個係一個 miracle 嚟，我覺得嗰幾個年輕人喺嗰一次令我印象深刻嘅嗰個小弟兄，即係睇住佢嘅成長咯，由佢以往好似好傻氣啊，咩都話唔關佢事，唔好做啊，跟住到最後佢哋幾個係會咁樣，係好感動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而家一刻，其實即係見到佢哋成堆年青人咧，個個做完栽培開始上基督徒生活日咧，其實都係好難，即係好感恩嘅。見到佢哋真係大個啦，成長，佢喺生命上有追求，同埋佢真係願意去追求咧，呢個係係咯，好感動嘅事。我諗都係生命嘅改變先啦，係其實有好幾位嘅嚇，咁我其中一位係我上年年底同我一齊去咗宣教嘅，咁泰宣啦，咁同我一齊咗個零兩個禮拜，咁我見到佢生命係有改變啦，比起我一開始認識佢嘅時間，咁係好大嘅感恩，而亦都好相信係神喺當中嘅工作。我相信上帝咧喺約書亞小組嘅工作係希望一班即係教會成長嘅弟兄姊妹啦，佢哋都能夠係從佢哋可能係因着父母而認識嘅信仰去變成自己嘅信仰，佢哋能夠去將呢一份信仰咧去內化成為自己所經歷嘅嗰個上帝。我覺得神最大嘅工作就係令到一啲組員嘅生命有成長啦。講緊可能有啲組員係 Form 1，可能都係UI 娃娃、柴娃娃咁樣返教會嚟玩嘅。去到今日有啲人都會參加一啲崇拜入邊嘅服侍，可能大敬拜，可能去講緊去一啲泰宣，去一啲社區嘅服侍。所以我見到神都係令到呢啲嘅從前嘅小朋友今日咧有成長。做得好
我就唔夠膽講話做得好好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喺過往呢幾年裏面，我諗每一個導師啦都好有嗰個嘅服侍嘅心啦，去到同一班嘅團友去連結啦，甚至去建立關係。佢哋都係咯，付出咗好多唔同嘅時間啦，自己個人嘅時間啊，工作嘅時間，可能咧都去關心一啲嘅弟兄姊妹啊，關心一啲嘅團友。咁我相信係咯，即係每一個團友，我相信佢哋都會感受到導師嘅關心啦。咁如果可能有不足嘅地方，咁始終可能我哋都團契人數都比較多，可能我哋導師都未能夠真係可以好適切每一個人都可能花好多嘅時間咧去到關心，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可能就係比較有少少不足嘅地方。我諗做得好係牧養架構都尚算完整嘅。講緊由初一、中一去到中六嘅學生，我哋咧都會有相對應嘅小組去照顧佢哋啦。同埋我諗喺一啲聖經教導方面都係好嘅。講緊係我哋崇拜之後都會有一啲嘅講道，關於講道嘅分享，同埋我哋都會有啲查經週。如果不足嘅地方咧，我諗係一啲外展、一啲傳福音嘅工作啦。因為講緊我哋返而家約書亞團嘅大部分都係一啲教會嘅子弟，我哋咧比較少機會接觸到外來嘅學生。約書亞小組其實分高中組同初中組啦，大概可以咁樣分。咁而高中組將會進入大部分都會係去到 DSE 放榜進入大專啦。喺呢一個嘅環境裏面係有好多衝擊，即係價值觀嘅衝擊。對信仰衝擊，所以我覺得喺對高中組嚟講，佢最需要嘅地方係喺話語神嘅話語裏面去扎根，點樣去應用佢話語神嘅話語喺個生活上面，或者一啲嘅一啲選擇嘅上面啦。咁而初中組係一個要建立關係嘅年紀咯，佢哋由二重上到嚟，可能會有一啲新嘅其他嘅朋友或者團友去加入嘅時候。佢哋要喺靈裏面要去建立關係，要覺得嗰個唔係朋友而係一個團友，甚至乎係靈伴咯。咁要喺嗰段時間去建立關係。最需要係導師，所以咧，我希望多啲咧弟兄姊妹咧有感動咧，你哋可以就即係一齊加入我呢個團隊，因為咧其實導師之間都可以成為一個團契，一齊去互相即係支持啦，為咗呢班青少年去代禱啦，去扶上我哋微小嘅力量。其實只要同佢同行咧，其實佢哋就經歷到耶穌嘅愛咧，經歷到導師喺生命上面陪佢成長咧，其實就佢哋嘅生命就會被造就。咁我哋亦都係教學相助，我哋自己生命都會被造就咯。係啊，都會見到神好多恩典。我諗咧，我哋都好需要啲導師去參與喺年青人嘅服侍。呢啲導師咧，其實都要有一個好開心嘅心咧，去同年青人傾偈。佢首先進入佢哋嘅生命，去建立關係，去聽其實佢哋生活面對緊啲咩事。我諗咧，當有一個咁樣嘅信任基礎底下咧，再做一啲聖經嘅教導，或者你做一啲嘅 coaching 嘅時候，其實對年青人會有更加多嘅益處。甚至咧，其實可能年青人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佢哋嘅父母都已經係基督徒，佢哋咧對於一個基督徒應該係點樣嘅一個模範，其實佢哋有一啲嘅概念，有啲認識咯。但係咧，未必有咁多屬靈嘅長輩、屬靈嘅前輩去參與喺佢哋生活入邊同佢哋同行。所以咧，我諗願意花時間同年青人同行，有一顆虛心嘅人。其實咧係好需要呢啲人去參與喺青少部嘅服侍嘅。好期望佢哋帶多啲朋友仔一齊嚟返教會啦，返小組啦，即係唔好淨係內聚處，淨係自己一齊成長嘅我哋所講嘅教會子弟咯。其實佢哋都有傳福音嘅心志。頭先講到挑戰咧，其實其中一個好大挑戰就係而家呢個世代嘅年輕人都係好忙碌，好多嘢學，好多嘢玩，佢有好多其他嘅選擇咯。咁但係呢一班年輕人其實佢選上咗最好嘅福分，佢哋堅持返教會，其實係神有好大恩典，亦都係佢哋即係成長裏邊一個即係最好嘅經歷啦。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哋可以揾到佢哋嘅同伴咯，因為由佢哋邀請翻嚟一齊成長嘅，一定係佢最好嘅朋友啦、兄弟姊妹啦。咁所以希望佢哋能夠帶多啲即係年青人一齊翻嚟咧，咁我哋成個青少年部就會更加嘅即係興旺，亦都有更加多嘅即係能夠即係成長嘅果子咯，係啊。係啦，如果再講得大啲，係年輕人係教會嘅火車頭。有好多嘅經驗或者過往嘅情況，我哋都會覺得係年輕人係可以帶動到成個教會繼續向前行。而約書亞係其中，即係約書亞呢個小組裡面嘅年紀係一個最容易被
改造嘅一個年紀。咁所以即係我個人嚟講，對佢哋期望係相當大嘅。即係你後面都有條問題，我對佢期望相當大係因為佢可以改變成個成機嘅一個嘅單位嚟嚇，即係都好期望佢哋可以係背上呢一個嘅擔子嚇，一齊啦去同教會咧向前行。係咯，咁就好似我哋之前都即係睇咗嗰次乘機演義咧，其實都講到教會嘅成長咯，同埋成傳咯，即係好需要呢一班嘅年輕人啦，佢哋去即係去成傳咯。所以都好希望其實有咩期望，其中一樣就好想佢哋多啲走出嚟服侍啦。咁亦都即係好似之前都見到我哋有個別嘅年輕人會去短宣咁啊，又或者其實都好希望佢哋喺班教會裏邊可以真係將發揮佢哋嘅恩賜咯。呢班年輕人其實佢哋有多才華嘅，好多即係天賦咯。我希望佢哋都找緊機會啦，行出嚟去服侍神，去榮耀神咯，同埋咧去真係建立教會一齊。我哋都希望約書亞嘅組員啦，去到成長之後咧，都可以成為翻約書亞小組嘅導師啦，甚至一啲嘅幫手。另外咧，都希望由中一啱啱升上中一嘅兒童啦，佢哋都能夠咧去到更深啦去認識上帝，亦都咧可以有一個好嘅同約書亞小組本身嘅組員咧有好嘅連結。我就 OK 嘅，我就好傳統或者係咩嘅，咁啊加油啦！希望即係返教會嘅道路真係唔容易，即係我成日都會俾朋友恥笑話你返教會做咩啊？每個月即係揾錢都咁少啦，仲要俾1/10教會，有咩意義？但我希望呢啲嘅説話唔會成為佢哋難咗，即係我哋返教會嘅原因。希望佢哋反而係透過呢啲嘅機會，更加多去將福音傳俾一啲未信嘅人，同埋願意嘅為住神去犧牲一啲俗世嘅嘢，去將啲時間放喺願意同神親近更加多嘅方面，例如讀經、靈修等等。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喺年少嘅日子，就已經有機會去認識呢個福音同埋參加團契。因為我自己諗翻起我自己，同大家一樣都係教會子弟啦，由細翻教會翻到大啦。咁其實細個都會同大家一樣，就係覺得翻嚟就係玩啦、食嘢啦、同 friend 見面啦咁樣。咁但係去到慢慢呢個信仰變咗做係自己嘅時候咧，就真正明白即係上帝喺我哋每一個人生命裏面有幾咁重要咯。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每個禮拜日翻到嚟教會嘅時間啦，同我哋導師團契相處嘅時間啦。同埋珍惜即係認識主嘅時間，以至你往後人生咧面對住唔同嘅一啲轉捩點啊，或者一啲階段咧，都可以係緊緊地咁樣捉緊上帝嘅手去度過咯。同埋就係希望大家團契嘅時候唔好成日撳電話，就係咁啦。我咧就由中學開始返教會嘅，咁好感恩就嚟到呢度之後就一路成長啦。咁又好似頭先講開田家希講開咁，我哋係兩種唔同嘅類型嘅人啦。家希就係教會子弟，我就係由中學一個同學仔帶翻嚟嘅。咁入到嚟每年咧，我哋最重要嘅、最重視嘅一樣嘢咧，就係一個營會咯。每年嘅 summer camp， 即係每年嘅福音營，我都係因為一個93年嘅福音營信主啦，計到年紀啫。咁係啦，我都係因為個福音營信主嘅。咁所以好記得每個年頭咧都會有啲主題嘅。我好記得有一次嘅年嘅主題啦，即係可能嗰一年嘅青少部嘅主題咧，就係叫做Live a Good Life, Live for God。咁即係好希望我哋嘅年輕人啦、約書亞小組啦，你哋都係為主活出一個標竿嘅人生。Live a Good Life, Live for God。你一生咧都係跟隨住，一生咧所有做任何嘅事都係為咗神，為咗榮耀神，為咗服侍神嘅話咧，你人生就每一樣嘢都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同埋係會被神大大嘅使用。我會同約書亞講，你哋有無限嘅可能。唔好小看自己，唔好小看耶穌。開放自己俾耶穌去改變你自己，去為主去做更加多嘅事。係啊，真係不可小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嚇，即係呢個好真實嘅一句説話啦，係啦，就係咁。祝福大家喺除咗喺約書亞小組裏面去認識上帝之外啦，都希望大家喺自己生活裏面咧都可以學習依靠上帝。因為可能我哋導師都唔能夠可能喺你日常生活裏面時時刻刻咧都提醒你，反而都希望大家都係咧將喺教會或者小組所學嘅都可以喺自己生命裏面去到見證上帝咯。有嘅，約書亞嘅團友，我覺得你哋返教會最緊要係開心，因為咧喜樂都係一個屬靈嘅果子嚟嘅。希望大家喺教會入邊可以享受同團友相處嘅時間啦，
亦都係喺各樣服侍入邊都可以揾到一個滿足感，揾到喜樂。